家长是咱台湾民间信仰的顶头，家长开面、提发器、行骹步，佮有定法对神明出巡、吐射定煞，所以家长是对台南的府城发源，也毋过后来伫范围无介大的嘉义市，上济是捌有3才家长团的记录，所以早期嘉义就叫做家长群的封号。家己地区为较早以来，就有家长群的名号。研究民间宗教的学者表示，家将源自台南府城，一寡有家将基嘅师傅后来来到家己，伫家己延续是家己家将文化发展的基础。迄个时阵吼，因为发生着即个西兰事件啦吼，了伫台南遮的一寡家长团的成员吼，抓撇南了来到咱嘉义，了嘛开始组成咱嘉义即个所在上早的2个家长的团体。嘉义当时迄个时阵，家长人上济的时阵，大概上是伫咧80年代至90年代，迄个时阵家长人上济的时阵。家己上早成立家长团之一的家己朱济公政务长讲，家长的穿插、面谱甲骹步，伫早期的社会成接着少年囡仔的关注。佮因为信仰中心家己信奉庙的宗教活动，迄当阵成立的家长团就愈来愈侪。到战后的时阵，咱野生团都继续维持，愈来愈丰富啦吼。了，遮足侪迄个商家啦、地方啦吼，就开始发展因家己的顶头家长就变做是一个大家较爱去看的一个团体。足侪人吼，因为人伤济，无法度开嘛，有个人囡仔开袂着。所以陆续有个人会去成立新的家长，那么一定有新的，一定有新的，尾啊就开始做些8家将跟10家将一直出来。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15年伫家己市举办全国性的家长文化展演，真有当表示家长群的历史代表家己延续传承为台南来的家长文化，希望透过官方甲民间的合作，会当加深社会对这项无形文化资产的重视甲认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